自2024年4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伙体会基督的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以弗所书》第3章14、19、21节。因为安尼，我跪倒，愿赐名号互天顶地上所有宗族的天父，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，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气力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心内，互恁定君下地基直疼，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有偌尔长阔悬深，搁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袂当了解的疼，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。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，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愿荣耀伫教会中，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，到世世代代，无穷无尽。阿们。做伙体会基督的疼。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是保罗的祈祷，内容显露出伊甲遮个信徒的亲密连结。保罗讲，伊伫天父面前跪倒，为因祈求祈祷，求上帝互因伫基督的疼有根有基，搁会当体会基督的疼偌尔浩大，互恁定君下地基直疼。原文直译是直疼受十君直基。保罗用安尼形容信徒伫基督耶稣的疼，就亲像食物紧实土地，也是建筑物有地基共款的重要，搁较需要信心，互基督带踮人的心内。经历基督之疼的长阔悬深，是保罗接落来所要传达的信息。保罗不断强调和提醒，安尼的经验并无局限伫个人层面，是所有上帝子民拢会当同齐体会基督的疼。伊搁强调，人因为有基督带踮心内，为伊的疼做根基。保罗虽然伫罗马受关禁，毋过伊还得到允准会见来探访伊的信徒。保罗对真侪管道得知，对身处以弗所地方即个多元宗教文化环境的信徒群体来讲，基督的疼有非凡的力量。初代教会信徒伫多元的环境中，面对异教的种种挑战，毋若是因为基督的疼，实在无法度真正疼人。人往往掠自我的喜爱和选择做出发点去疼人，总是一无小心，真容易就会带来自我的立场，甚至偏见来害人。譬如讲，中国人介意用中原的角度去看别族，非我族类就是蛮夷、戎狄。台湾人也常常用反来称呼别个族群。现今，台湾教会中存在着多元的族群，就算伫同族群中，也有无共年龄层的代沟。只有伫基督的疼是丰富搁有反省能力的，互当时亚细亚的外邦信徒和今仔日台湾的各族群信徒，拢会当共同经历完全互上帝的完美所充满。2021年，经济学人捌评论，台湾是世界上危险的地区。
邓老师的蔡英文总统对这回应：面对威权主义扩张，只要台湾人民团结、谨慎判断、坚守民主自由，的确会当克服。伊也邀请全球关心民主自由的国家携手合作，共同维护印太和平。台湾的危机其实在伫有心人士常常趁机操弄羞愤情绪，挑起族群对立，选举期间尤其明显。致使就算同款信仰的群体和亲友之间，也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无共伫对立。基督的听长看关心，无应该受局限伫教会。反正应该互无共族群的人拢会当体会，因为互人同享上帝福德，是伫基督内面上大的奥秘。因为安尼，安怎互台湾所有子民拢会当体会基督的疼，这是教会着思考重要的课题。基督的疼长看关心。对你个人甲上帝的子民有甚物意义？我是毋是愿意致力互台湾即个土地的居民拢会当感受到安尼的疼？基督的疼长看关心，对你个人甲上帝的子民有甚物意义？我是毋是愿意致力伫互台湾即个土地的子民拢会当感受到安尼的疼。咱来祈祷，成就一切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恩待阮，伫我要是罪人的时阵，互我体会你的疼甲怜悯。愿伫我内面的耶稣基督，互我会当伫伊的疼中成长和改变，搁互周围需要疼的人，同齐经历基督的疼甲恩典的美好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